來，鄉親朋友，一些困過後轉到了福氣來咧，呢節目嘅現場咯，嗬，人家現場直播嘅，那個鄉親朋友知道講，今邊呢嘅主題哦，嗬，有乜嘅問題想我哋問現場嘅來賓，做下時咧利用呢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咯，嗬，你頭先都聊之前啊，有啦鄉親朋友來提到來講到嘅，嗬，你嘅你嘅幸福嘅，嗬，你其一版嘅，你嘅一個雄鵝嘅，你嘅三小版嘅，嗬，你三小版點會讀嘅咧？雖然有幾多？十幾億，有10幾億，表示是有10幾一個熊貓倉咧嚇。哦，所以一個10幾嘅一個熊貓嘅一個熊貓倉，全部是係讓你強壯，一個鵝肉全部係強壯嘅一張呢度自家嘅培種出來嘅。培種出來嘅係，強化用共同營銷啊。哦，咁樣嘅，即係講一個共同。所以叫我大家。要那樣時候要開會，嗰兩個去到200億買問題啊，或者200億，都要錯他。按用呢度咧三小版來講啊，嗬，要結交嘅時間咪開會一擺啊，大家來開會。係要建議開會。幾張嘢也係建議啦。冇商業啦，商業啦，來公司係咪可以擺兩個會議啦？看嗬，你向我要買問題，嗬，嗌兩位嗬向我嗌遲到。大家互相係嚟到經驗下好啲，我大家相互嚟講交流啊下樣嘢。好，講到兩位啊，嗬，你哋下一段時間嘅係慢啲哦，即係你唔管你做乜東西，也係向埋講啊，嗬，也係從兩個雞啊，不鵝嚟到嗬，你。從呢嗱，有一種叫做產銷履歷咩？嗬，有種呢度嘅啲產銷班有冇？有一產銷履歷認證，所以我哋咪是北部啊，所以我哋家講有個產銷履歷嘅認證，所以佢記得非常係嘅鵝啊，嘅鵝肉啊咪錯是非常安全，係個來源有冇講有認證啊？用生產有認證啊，我大家安全健康安全吃。所以是係講到啊，嗬，你講產銷履歷來講啊，是係啲講哦，你鵝係內雜，嘅你產銷版嘅內雜版染和內個版染，你學出來嘅，好，所以你哋設計要係你所有版染全部有。你下目前來講，目前是啱嘅。目前你設計有兩個產銷履歷嘅部分，嗬，你都兩版其他嘅版人目前是認證，你要經過認證有嘛冇？有嘛個證書？有。啊，有拿到了證書，有嘛個過程做在哪裡度？就是全部檢驗，來按那個生產記錄，按個品質嚟檢驗，水乜嘅資料，乜嘅全部。哦，是嘞，全部。是嘞，部分。總統而家就檢驗過。哦，咁樣先啦，嗬，所以呢個所有嘅你係用擺學出來嘅，嗬，你都全部檢驗過後，其實本種有個鵝嘅，所以咧佢係身份證。身份證錯咗啦。好，佢係身份證出來過後，鄉親朋友啊，嗬，你買嘅些當然是啲講年頭到那片，嗬，你係用擺學出來嘅，食起來上來要安全嘛。對，所以你係年頭就安心來食啲鵝肉。我哋一部分用老大家都講到咧，所以講幸福嘅兩個鵝肉啊，會安全命哦，你一時係要逃離嘅，嗬，佢你係當中要紅門嘅哦，嗰時下來啲睇到嘅嗬，兩個鵝啊，頭先要講到要兩個土鵝，韓國另外一種嘅品種按照白龍麥，你係兩種，還有其他嘅品種嗎？其他種非常多，我是講，你台灣目前啊非常多品種，但是啊是兩種比較厲害啦。特別多啊！兩種你下目前好動用咪兩種好多咯。因為也比較適合你啊，台灣嚟片絲，韓國番茄，然後你愛學下學得起來，嚇。嘅擺到乜嚟？嘅產量比較大。哦，咁樣先好，所以是因為產量係大，大家就會來學啦，嚇。你講到兩種品種啊，嚇，可能。你鄉親朋友上啲講，我起碼嘅時間吼，你都有兩個產銷履歷，可能大家是啲嘅吼。假是冇嘅時間，我用乜嘢款講？佢係哪種嘅品種？我盲簽買，我唔知佢哪種嘅咧，兩樣嘅噻。經濟可以買呢個樣，太啲冇啦。太啲買你冇啷講？係啊，可以買就是普通，你溫室買那個啊。
全部是土鹅，白龙鳗啊比较占90%，土鹅当少啊。土鹅下少，了解白龙鳗來講話好多的喎。90%。所以你讀市面行，你係講食得到、買得到嘅台鐵掠到。土鵝台鐵是師傅講究。師傅講究，好師傅來講掠會就要土鵝，韓國要掠白龍鳗掠兩種嘅品種，韓國台灣就掠兩種好多。韓愛鐵皮木種啦，你也是係。土鵝咧做鵝骨，韓個白龍鳗咧做鵝嘛，做出來啊混血出來。梗係我用特別好食。咁樣嗬，我咁用啲下配種來講啦嗬，你嘅啲下技術啦嗬，當然啦，你可能係呢度嘅技術啦。不過，你技術你係自家係前面學嘅係講呢啲技術要到咧高倉地步度，要用辦去改良嘅係用辦去切。哦，你現種啊，特別係做生意是可以，個富，你而家為什麼教我？你講啊，我講係點樣嘢嚟？我嘛。哎呦，我講係簽用片嚟咯。我講台灣講英，嗰啲老應該。老輩講嘅。係啊，簽嘅係挺香啊，佢跳啦，係骨卡個從嗰啲鴛鴦，冇嗰個跳嚟嚟，而係做我個做唔得啦，嗰啲。所以做唔得跳嚟嚟，愛香甜甜咯。要香氣嘅。哦，係香氣，所以你提一點嘅看佢嘅外顯嚟啊。誒，嗰個我哋看外顯，但係呢啲啊，一是看外顯，一個鵝公嘅部分。係啦。呀，鵝媽咧。鵝媽是講師傅啦，下拖掉啊，下拖掉啊，下會生卵啦。安陽軒，所以你是讀了兩方面，公嘅老媽係是安陽軒生意，一個先出來咧。最基本嘅常識對位。最基本嘅，你可能頭擺年見到太鐵食啲嗬。係啊。咁個你一下年應該唔啲咧。你下年乜嘅你一下年錯係鵝也係鴨，可能咪分唔清楚咧。可能一條線方面，等個看到嘅你係將出輪好嘅你係鵝子嗬，結果大家可能咪知道，喲，你係有到你咪知道可能係鴨子啊樣嘅。所以你係係你講到你係真嘅係堅。所以講咧，而家下年係全部我哋專業咪，唔係講從頭擺緊未，大家呢度要嘅做副業咪，得後面要啊，所以比較好。頭先你提到你個鵝啊，實在嘅咧嗬，所以一啲台鐵本機時係係鱸控啦、鮑燒啦，要食錯嗎？要嚇，錯最多。記得你講挑過啊，嗬，你個鵝是係時間嘛個鬍麻嘅係嗎？哦係，嘅加到最好嘅，係我哋搶菜。搶菜。嘅維他命 C 當多。係挑過啦，嗬！你一下子你本機來用冇強用嘅了解方式，本機都適合多到其他嘅運用。台灣人是學個2-3隻一年嘅當然，學10個隻啊嘛，個叫馬個字要，一年學加千張來源都嘛，為咗做大量生產木草啊啲咁。哦，所以設計下我哋都去種啲木草，啲都搬啲嘅鵝來食。木草上鵝是最好嘅。係楊軒。喺講到你啊，我記得有挑過啊，嗬，你去種下咧，嗬，去種下咧，我知你啊細歐啊，嗬，可能都挑錢湯嗬，你啊後背就要你個鵝啊，都後背腳幾多啊樣啊，係對應嗬，你啊係呢啲嘅鵝係學到你啊個應該乜啊？學到一項關起來學嘅嘢係講呢度要動態片咧，染本機，我師傅係天當道，就平蠻便宜，放牧嘅。係，所以嘅鵝肉比較有嚼勁。安樣係咪講你個鵝肉嘅一種雞係咪強用？雞你一種曲定來學嘅你個肉質是冇按好，假使一種做得撈佢變出去本機慢奶去走。係，而家是冇強用，係，用隻冇強用。好，所以你下方面可看到嘅部分啦，嗬，即係你嘅了解，呢度木倉地擺度啦，鵝倉地擺度，嗬，即係一小嘅位數，韓國咪變本幾度慢奶去走，嗬，食飽咧是愛去走，本幾好啊，消化下好啲啊。潤肚，跟鵝嘅就係健康嘅。哇，真緊咧嗬！咁講到啲鵝啊，應該你啊食東西，而是啲個對視嘅啊，嗬，比如講你下世界要買東西，按度要買農產品，按你就來食啦，嗬。你睇個鵝係咩咩強壯哦，佢有世界，你個世界嗬，你學嘅係好食，佢肉質係好。你世界咧，佢學下唔適合嘅，有按樣嘅情形嗎？雞係唔會啦，鵝係唔會。鵝係唔會。鵝上你學嘅是唔別。
袂唱出水果我就冇看咯。嘿，伊条件那么长，这速度拄好，又配伊个时间拄好，非常好食。安样型吼，所以你了解。食个我啊食了最真要紧啦。所以呢，你掠下掠时节来讲吼，天气唔会强冷，唔会强热来讲，连鹅肉会品质还好得吗？有啦，个叫话下几下，像你气候咪叫人下现实。下现实系讲，比如讲哪只时节来讲啊吼，还唔适合掠个熊鹅啊。學得起來，當然超過年咧，有冇？比如講9年，超過啦。9年過後到啲了解超過冷，就係9年過到30年。講過年呢段時間來講是中過年個中過冷，係唔適合來學，嚇你係透過嘅時節啦，嗬。啊，假使講透過來講是講30年到了解反轉年，嚇嘅了解講9年之前。一段時間來熊我從來未係熱得好呀，好上輪呀，就係會上輪，出資，哦，會上輪，會出資，啊樣嘢我嘅質量就會較多。係是9年開始上輪，我到明年咧，特別媽祖上果子還冇咧。媽祖上果，所以3年23過後，你就好少咧。少咧。哦，係啊，樣型啦，嗬，好啲係透過嘅情形咧，嗬，你一下呢都會了解技術，因為呢個。你講頭創煙大家可能你係要按到嘅了解講一3小半了，你都應該要了解好嘅技術做得來改變咁樣嘅情形。今年頭煙就唔會出資，頭煙就會出資。你要個水蓮式嚟做反季節嘅飼養。反季節嘅飼養。是。水蓮式你係用辦法。 9年到10年啦，佢專門是咗10年到9年。係。全公司㗎。10年到9年就做得全公司。係。嗰是按水蓮式。係，啊你按樣嘅一個熊鵝嘅技術啊，算起來係，呢度自家要一隻團體，嗬，來開發也係講要專門嘅單位來承受呢度。要就普通人買嘅咯，也要自家嘅，也要學習配音啊，要大家互相。按樣也從按樣嘅學習配音嘅經驗呢度係。貴州辦出去學，也係要派啲代表出去學。世界環境應該係咁樣，世界世界上容易做。先要一張想法，再過來去香港樣板改良，從呢條高鐵頭先講到嘅啊，了解講3小班哦，要一個上講業邊呢，可以回嚟到嗬，你是做得拿出來討論嘅。討論嘅。哦，真嘅咧，可以講到熊鵝啊，漢字是冇按改哦，所以啲鄉親朋友啊，假使去市場了解鵝肉是純量來賣嘅，嗬，而一個專門嘅鵝肉店啊，就做得到食到了解鵝嘅料理，好食嘅料理啦，嗬，要記討論咯，上個啲講啲了解賣鵝樣板來去跳通喎，家下咧現場來留大家來講到先到兩位來聊下。